16天，跨完200多公里，小兔子的期盼里程，未来还有后续的手术甲治疗。咱要祝福小兔子中健笑容，平安来大汉。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台湾的偏乡教育。顶礼拜，咱介绍台东的桃园国小，看到企业家彭新洲创办的生智教育基金会，把创新的教育模式带入公办民营的学校。 为舒心甲部落社区带来改变，这场教育的改革嘛进一步扩大到全台湾。华视采访小组继续到云林古溪的江湖国中小，透过镜头，咱来看品格教育对国小甲国中的学生产生什么款的化学的变化。基金会创办人彭新洲，佮为虾米会为科技业跨行投入到教育里？咱做伙来看。 教育伫山海迄一边，最后一篇的报道。从南竿福澳港搭船到西莒，船程至少45分钟。我们用全校的力量来教育每一个孩子。当我们跟部落在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说用全部落的力量来教育每一个孩子。成熟的叶子，100句言说。 你好棒！你要很有信心，都不及他生命中一次的成功经验。伫规片翠绿田园甲绵延不断的树林中，建筑物摆出敢若台湾宝岛的形。 人称上水森林学校的云林江湖国中小，伫古溪乡海拔800公尺的山顶，这规趟天拢是云雾环绕，宛如人间仙境。我们需要的是最快速跟简单。可是我觉得你们刚刚的算法都很厉害的地方是，你们可以知道把数学、数字，对，你们超难。对啊，你们就一直拆解。我觉得那个拆解是很厉害的那种思考方式。 这是5年级的数学课，老师教完基本概念，学生动手就去实做，加深印象。课本内容结束，也有真重要的一步。来，写完课本的同学，请你用均一开始，请你先从8之0开始。26乘以24，6是24。 学生一人一台平板，家己作答，因使用是国立平台线上教学。老师呢行来行去，哪检查，同时哪1对1的指导。就是他会很精熟，对，然后他有学到一点点自学的概念，然后再比较，当他在使用均一的时候，我可以去就是协助还没有跟上这个单元的孩子。有一天，爸爸对狐狸猫说：“儿子啊。” 当我的年龄为你的3倍的时候，我就送你一辆机车，庆祝你成为大人啊！将概念转化为图、动画来表现出来。看完影片，回答问题，每一个关卡拢是照起工，过去参加积分的比赛。2012年，由生智基金会成立的军营教育平台正式上线，内容包括数学、科学、甲语文等等的科目，是全台上大的免费线上教育平台。落后的地方应该在课堂上就应该解决，而不是等到课后或者去补习。所以，基本上现在目前所有在 KISS 的学校，我们都期待老师 透过数位平台，或是差异化教学的策略，让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，他可以持续的往他之前的进度往前很快速的迈进。研究经过8年，不断的更新教材，军医教育平台已经有2万几以上免费的学习影片，而且超过200万的注册使用者，为精英学校到偏乡教生，为私立补习班到弱势课辅班，军医改变了学习的面貌，做到优秀卖使附用。诚志教育基金会的使命定得很清楚，一个是关怀弱势，一个是科学救国。如果不扶弱，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没办法达到。但是拔尖也很重要，因为如果台湾不能够持续不断的有优秀的人才出来，其实我们台湾也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帮助后面的这些人。当我们在军医这边有一个工具跟方法的一个堆叠，然后配搭
有使命感跟热忱的年轻师资，以及很棒的这个教学现场体系的改变，像陈志这样，可能单一 solution 都没有办法解所有问题，但我们希望能够整合在一起。够不够？这边还有打伞。你看那个叶子比我手还长。彰湖国中小是台湾第一所生态中小学，像这样学生走出教室，整个校园都是他们的学习场所。我们彰湖特有的就是原生种，就本来就有的就是樟树。青年级的科学探索和学生观察校园的事物学习分类小组讨论了，才佫甲全班干部2019年彰湖国中小转型为公办民营学校，由成立教育基金会甲张英发基金会共同办学。KISS 的理念为东台湾扩散到西部，更加为小学延伸到中项。还有提到一个好问题，国中哦，你知道那个整个思维体制跟他的整个家长的观念哈，其实很难转变。所以我们这边就有很多的不同的课程，他们透过这样的找到自己的内在的最需要的那一块，最有成就感那一块。这些东西一旦出来之后，他回到他的那个知识力这个部分，就是学习这个部分，他会相对的慢慢的会成熟稳定。加油！走！加油！你可以的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离开校园走向地自然，彰湖四季课程，秋天定笔盒，寒天骑脚踏车，透过每一个季节不同款的任务，锻炼囡仔培养健全的人格。我们希望将祝福装上瓶子，带着玉山给予的一切，然后回到彰湖。希望未来的孩子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。以前在登山课程里面比较强调的是技术性好，但是现在有7大品格进来之后，回到要怎么紧扣孩子的内在品格以及他内在的一个想法、自省这个部分，这个素养的东西就出来了。我去年是陪别人去跑，今年是想要为自己去跑，然后就是想要再走一次那个过程，然后再帮助更多人。我这次上山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也许我就这样子就没了，但是其实看到这群人，我还会舍不得他们。爬完山，登到教室，学生为做伙讨论分享，经由对话互相理解，建立共识。老师嘛，借这个机会将品格教育结合在内底。我看到你们做到的坚毅，看到你们做到的社交智慧，在球场上，所有的人都只有互相鼓励，累积了奇来南华，累积了竹峰，累积了整个巧固球赛。我觉得这个秋假是你们登大人的关键。登山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，像是在课本上学不到的，像人际的互助，对，然后还有帮助同学这样，就是在课本不会教。你看到孩子们那些改变，对，少年很感动。这一次是遇到我们班有一个孩子，就是对他听起来蛮危急的，非常危险，因为他整个在高山气喘发作，孩子在过程中给的打气啊、鼓励啊、激励他，还有那种关照。我觉得那是我在教室里面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看到的。如果孩子在这次的历程中对他来讲是刻骨铭心的，我相信在他往后5年、10年后的人生，碰到某一个谷底或者是困顿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记起那个当下。KISS 的理念办学，豆豆伫思想甲社区看到改变。全台湾目前14间公办民营学校，生地占差不多一半。为2017年的3间，即马扩展到6间偏乡的学校，其中头一批转型的云林正面国小，甚至捌面临灭校的危机。该届进前转校27个人，即马已经有111位学生，重新找回学校，甲老师存在价值。我觉得学校之所以叫学校，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把孩子放过来的场域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学校。学校之所以是学校，是因为它让学习发生。你知道一群人在这边等待你，然后跟着你有一样的目标，我们要一起学习，会让你更想要来这里跟大家一起。尽管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。
这场教育改革带头的是68岁涉国创业家彭新洲。2010年，因为高科技业退休，为了完成伊少年时代梦想，伊用赚半世人的钱创办成立教育基金会，用非营利组织在教育界破冰创业。我的资源非常的有限，那在想说，我到底要为过去的事情努力。所谓过去的事情，举例来讲，像包含台湾社会越来越老龄化，还是要为未来要去着想。那未来的话，主要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怎么样面对未来的挑战，怎么样给他们更好的这个装备。到后来的一个结论呢，就是说，要往教育这个方向走。真正人知影是，彭新洲捌3摆面临死刑的调换，体验过生命无常，已经积极筹划未来。2018年，分拆出国立教育平台，独立成立基金会。有一个比较少对外谈的呢，是叫做不求自己的利益，但求台湾孩子的未来。所以我们那时候虽然知道合起来有很多的好处，可是为了未来的传承，然后呢，为了这个整个所谓基金会的这个治理，我们觉得把它分开，然后呢，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。国立平台教育基金会即马专权交予执行长李冠伟，为了永续传承，成立基金会嘛找到专业的接班人，代退休教授李吉仁。我的退休并不是届龄退休，我事实上是提早退休。那为什么要提早退休？因为我想给自己一个10年的时间去做我过去没做过的事情。甚至从第一天成立的时候，我其实就在董事会上了，所以我一直看着它长大。2019年1月，教职退休了后，李吉仁接任基金会副董事长，运用企业管理背景开始研究，带领成立一步一步迈向更加远大的目标。重点不在于我们办几所学校，而是在于如果这个可以证明是一个对的教育模式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的教育模式，通过更有效率的方法，能够输出到其他的不管公办公营的学校，甚至是主流还没变成实验教育的学校。那只有透过这个方法，才有办法能够快速让有效的教育模式能够在偏乡落地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样才是真的把这个教育水平拉到的方法。所以成功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少学校，而是这种教育模式有没有办法能够扩散下去。彭新洲用创业家的勇气和魄力，带团队打破传统的限制，用更加前瞻的科学方式，为台湾教育的理想打拼。教育在山甲海迄一边，真热情的教育家，带着修长的热情甲使命感，在偏乡付出奉献，有因爱灌溉台湾未来希望，也正在发扬壮大。